用咗1個世紀興建嘅圓明園，到底隱藏咗啲咩清代皇室秘聞呢？圓明園竟然有煉丹房，係邊個皇帝起嘅呢？起嚟有咩用呢？唔使下江南都可以去市集。乾隆皇嘅生活究竟有幾咁多姿多彩啊？睇圓明園啦，即刻知道啊！最近喺拍賣界有個熱門話題就係關於個銅馬手，佢嘅拍賣價竟然去到6910萬，創出咗清代雕塑最高嘅價位。咁啱今年就係圓明園建園300週年，原本屬於嗰度嘅銅馬手，終於可以物歸原主啦！哇，一個頭就咁值錢啦！咁究竟有萬元之源之稱嘅圓明園入邊有幾多寶物呢？圓明園又用咗幾多錢同人力去興建呢？呢一個答案暫時未有人答到嘅。嗱，皇帝咁有錢，佢喺圓明園入邊嘅生活係咪特別奢華嘅咧？就由我郭晉安1連3集帶大家去睇下圓明園入邊嘅皇室生活。喺300年前，有一座舉世矚目嘅萬元之園，屹立喺中國嘅北方。佢嘅面積大概有5200畝，差唔多有17個維園咁大。由雍正開始到咸豐，清朝嘅皇帝都中意住喺度。乜皇帝唔係住喺紫禁城嘅咩？點解佢哋有紫禁城唔住呢？要答呢一個問題，就要由滿洲族嘅祖先女真族講起。佢哋原本就係住喺北方嘅游牧民族。喺1636年，皇太極將國號改為清，之後開始大舉南下。到咗1644年，清兵入主中原，就係咁，象徵住皇權嘅紫禁城，最終落喺滿洲人手上。不過有趣嘅係，早喺順治皇帝開始，一搬入紫禁城啫，就住唔慣。咁又係嘅，同北方嘅嚴寒天氣相比，北京夏天又熱又乾，加上城內4周都係圍牆，成個焗爐咁，點住啊？到咗康熙嗰陣，佢為咗要住得舒服啲，就喺紫禁城嘅西北面20公里以外嘅地方，用咗6年時間起咗暢春園。由嗰陣開始，康熙就經常住喺嗰度。咁圓明園喺邊呢？圓明園喺暢春園嘅北邊，係康熙賜俾皇四子胤禛住嘅一個小花園。當時佢嘅規模好細，約莫只有28個標準足球場咁大啫。不過當雍正繼位之後，佢即刻將圓明園擴建成10倍有多，仲索性將皇室同政治中心都搬晒入去。到咗乾隆嘅時候，圓明園再次被擴建，增添咗長春園同萬春園2大景區。圓明園最終面積有成600個足球場咁大，入面有成超過100組唔同風格嘅景區。根據功能分配，可以將佢分為處理國家大事嘅工作區、皇室寢宮嘅休息區、皇子教育嘅學習區，同提供遊樂慶典嘅娛樂區咁。其實早喺康熙搬入去暢春園開始啊，作為皇權象徵嘅紫禁城，已經變成咗清朝皇帝偶然落腳嘅地方。好似康熙咁，每年除咗慶典、祭祖，又或者冬天北京最凍嗰幾日，佢先至會搬去紫禁城住之外，其餘嘅時間佢都會留喺暢春園度處理國家大事嘅。康熙係一個思想開明，唔會局限於傳統嘅皇帝。除咗不拘一格咁搬離咗紫禁城之外，佢甚至容許西方傳教士嚟到中國做官。為咗氹皇帝開心啊，呢一啲傳教士仲帶埋好多西洋玩意俾佢。其實喺康熙時代，研究科學已經喺歐洲成為潮流。不過喺大清，
追得上呢一個潮流嘅人就只有康熙一個，而且佢仲認真到揾嚟幾個西方傳教士做佢老師，輪流教佢西方科學知識。咁康熙對科學嘅知識又去到邊度呢？據講佢曾經親自向幾位王子講解過幾何學嘅原理，證明佢有翻咁上下㗎。雖然康熙對科學有正確嘅態度，不過就從來冇落實鼓勵臣民學習，令到當時嘅人對科學都有誤解，認為好似望遠鏡呢一啲文明產品都只不過係用嚟討人歡心嘅玩具啫。呢一種缺乏科學精神嘅態度，就係導致大清日後閉關自守同世界脫軌嘅原因之一。康熙自幼勤奮好學，文韜武略，樣樣皆精。佢做咗皇帝冇耐啫，就鋸咗獨攬大權嘅鰲拜，平定三藩之亂。為咗和解滿漢嘅不和，仲喺佢66歲嘅大壽，開創咗滿漢全席。滿漢全席最少有108道嘅菜式，佢融合咗漢滿兩族嘅飲食文化，連續3日進行。所有食嘅人全部都係漢滿兩族嘅官員。當呢個風氣一開啫，所有歷代大清嘅皇帝，無論每年皇帝嘅生日啦、外族和親設宴定係大小嘅節日咧，必定會喺宮中嗰度擺滿漢全席。咁我相信喺圓明園都擺過唔少次啦啩。康熙在位61年，國家太平盛世。不過一代明主到咗晚年，竟然冇日安心。原因係佢一共有35個仔，佢哋個個都想爭做皇帝，搞到康熙心煩意亂，成日驚啲仔會害佢。睇準康熙呢一個脆弱心理，當時嘅4仔胤禛就好醒目咁打咗張親情牌，精心安排咗次爺孫3代共聚天倫嘅機會嚟博加分。佢投其所好，專登喺圓明園入邊揾咗個地方種滿牡丹，叫佢做牡丹台，然後就請咗最中意睇牡丹嘅康熙嚟賞花，再特登安排仔仔弘曆出現。結果如願以償，弘曆真係氹得個爺爺好開心。呢一次就係康雍乾祖孫3代第一次，亦係唯一一次嘅相聚。龍脈相傳對一個王朝嘅延續好重要，要做一個好皇帝，必須要有才學，而栽培弘曆嘅地方就叫做長春仙館嘅書院。每朝早天蒙光5點，一班王子皇孫就開始上堂，首先要學滿文，亦即係皇家母語，跟住就要學蒙古文，最後就要上漢學堂讀4書5經。而根據唔同嘅身份同輩分，皇家子孫會被分配到園入面唔同嘅書院度上堂。根據歷史所記載，皇家教育由6歲就開始，之後不論寒暑，從不間斷。1年之中佢哋只得5日有假放嘅啫。朝早讀完書，下午就要上軍事訓練課堂。不過正當大清子孫仍然專注喺學習傳統文化嘅時候，其實早喺歐洲，火槍同西洋科學已經好盛行。可惜大清皇帝仍然相信弓箭要到先至係武力之本，對科學嘅態度從來冇正視過。到咗1722年嘅冬天，就連唯一一個對西洋科學有興趣嘅康熙都離開人世，皇4子胤禛繼承皇位。不過好多人都唔服雍正，認為佢係靠陰謀篡位，私改康熙遺詔，將原本寫住皇位傳14子嘅遺詔加一畫一勾，篡改為皇位傳於4子。所以喺雍正繼位之後，原本兄弟不和嘅情況持續加劇，令政局大受影響。瓷器發展去到清朝，因為得到皇帝喜愛同提倡，佢嘅製作技術已經去到登峰造極。當時就以景德鎮嘅官窯係最出名。見到呢一隻碗，就令我諗起康熙嘅死，相傳係同佢有關係。康熙第8世孫係做清史研究嘅，
佢近期寫過一本書叫《清史論叢》，入邊有提到康熙臨死之前，竟然係俾佢第4個仔胤禛，亦即係後嚟嘅雍正所禁錮。雍正等佢病到暈陀陀嘅時候，就送上咗一碗懷有毒嘅人參湯過去飲。冇幾耐，康熙就駕崩。咁雍正繼位，雍正又係一個點樣嘅皇帝呢？佢喺圓明園嘅生活又係點呢？一陣同佢講過。喺清朝，朝珠係代表權位嘅。朝珠嘅大細同埋長度同佢官階係有關嘅。嗱，啲大臣上朝一定要跪拜噶。咁朝珠掂到落地咧，就等於個額頭扣到落地下噶啦。所以朝珠越長就越着數，下下扣頭，唔使扣到趴晒喺度，自然代表佢嘅地位越高啦。不過要做雍正朝下大臣都唔容易噶。呢一個皇帝好勤力嘅，每日都要早朝。佢仲將早朝嘅地方由紫禁城搬到去圓明園。要啲大臣每朝早提早個幾鐘頭起身，摸黑出發，都幾辛苦嘅。雍正繼位之後，即時擴建圓明園，加咗好多江南勝景喺度。不過你咪以為雍正成日掛住玩喎，實情呢，佢喺園入面嘅活動範圍啊，好多時候都離唔開呢一個，就係佢寢宮旁邊一個叫做魚古咸金嘅書房度。根據歷史記載，雍正堪稱大清最勤奮嘅皇帝啊，事關佢經常半夜批閱奏摺，睇到咁夜，究竟佢有幾多奏摺要睇呢？嗱，當時嘅律例啊，3品以上嘅高官都要定時定候將工作報告寫喺奏摺俾皇帝批閱嘅。咁當時3品以上嘅官有幾多呢？有成1000幾人噶。哇，你話有幾多嘢要睇呢？雍正仲勤力到喺幾萬份嘅奏摺上面寫咗成1000幾萬字嘅批語咁多。一年之中，雍正只會喺自己生日嗰一日先至會休息嘅啫，其餘嘅日子佢都會每朝5點鐘起身，夜晚又開工開到半夜。有人統計過，佢在位13年，每日嘅睡眠時間不足4個鐘。喺雍正咁努力之下，大清國勢日益向上。而雍正亦都明白到，要管治文化質素咁高嘅漢民族，就必須要掌握到漢文化嘅精髓。為咗體驗古代文人嘅生活，雍正甚至揾埋個仔陪佢扮文人，捉下棋，寄情於山水。雍正中意玩角色扮演遊戲，仲會請嚟宮廷畫師為佢畫生活照，每次都會以唔同嘅形象出現。歷史記載，雍正在位13年，絕少離開圓明園。雍正利用朕即天下嘅無上權力，將嚟自各地嘅名園勝景都搬到去圓明園。只有喺呢一度，佢先至可以暫時放下沉重嘅國事，輕輕鬆鬆咁放自己半日假唞下。其實早喺雍正即位之初，大清嘅政局就動盪不安。為咗清除朋黨，雍正甘願冒上弑兄屠弟嘅惡名，不過就搞到眾叛親離，用咗大概5年精力，大清嘅局勢總算平定落嚟。不過亦係因為咁啊，令到雍正嘅體力衰退得好快。為咗延壽續命，深信佛教嘅雍正，竟然同時相信神仙丹藥可以令佢長生不老喎。當時有一種紅色嘅丹藥，據講對皇帝虛弱嘅身體好有幫助。既然係有續命仙丹，雍正當然唔放過啦，於是就喺圓明園內辟室做咗煉丹房。據記載，當時喺園入面幾個較為偏僻嘅地方，好似福海東南面嘅秀清村同別有洞天，仲有最西北邊嘅紫壁山房，都係雍正用嚟煉丹藥嘅地方。但係仙丹嘅效用並唔係咁理想。就喺雍正13年，即係1735年8月20號，雍正有少少唔舒服，但係仍有繼續聽政。21號病情加重，22號突然惡化，到咗23號就駕崩啦。前後不過幾日，雍正就歸天。究竟佢得咗個咩病呢？清史並冇清晰記載。
由於雍正嘅死嚟得太突然，民間因此謠傳眾多。有人話佢係俾太監同宮女合謀刺殺，亦有人話因為雍正實施文字獄而害死好多人，合女四娘為父報仇，潛入皇宮殺死皇帝。雍正嘅死之所以有咁多傳聞，其實主要係因為當時嘅官員只係對皇帝駕崩嘅事做咗好簡單嘅記錄，而且又冇講明死因，所以先會引起咁多嘅猜測嘅啫。其實早喺雍正未做皇帝之前，佢對煉丹藥已經好有興趣。佢習慣食一種叫寄濟丹嘅養生提神藥，而且佢仲作為賞賜，賜過俾佢嘅大臣食添。話就係話丹藥啫，裏邊嘅原料其實好有毒性嘅，例如有硫磺、鉛砂同埋水銀咁。根據歷史記載，雍正喺死前12日混入去圓明園煉丹藥嘅黑鉛總共有300斤咁多。所以有人傳雍正其實係食丹藥中毒而死嘅。雍正之後到乾隆，乾隆當時係全世界上面最有錢嘅皇帝，一個咁有錢嘅皇帝，佢嘅生活究竟有幾豪呢？繼承雍正辛苦經營得翻嚟嘅大清盛世，乾隆成為清代第5個皇帝，亦可以話係全世界最有錢嘅皇帝。既然乾隆咁有財勢，就梗係唔使學似佢阿爸咁辛苦啦。所以每朝早處理完國事之後嘅時間就係佢自己噶啦。嗱，大概2點鐘到，乾隆會慢慢嘆食餐飯，呢一餐亦都係佢一日裏面最奢華嘅正餐。咪睇皇帝一餐有成幾十道菜，以為佢可以中意食乜就夾乜，咁就錯啦。事關為免皇帝偏食同俾人落毒，所以就算每道菜佢好中意食，都只能夠淺嘗。而負責監督嘅人就係大太監。大約嚟到2點半，就係乾隆學習時間。自負有才情嘅乾隆，幾乎每日都習慣寫詩。有史書記載，乾隆在位60年，佢所寫嘅詩歌竟然有成42000幾首，相等於一本全唐詩集咁多。不過乾隆其實並唔係一個真正嘅詩人，佢所寫嘅詩內容大部分都只會歌頌自己嘅功業，因為喺佢心目中，認為皇帝嘅地位除咗要高高在上之外，亦都應該係文人嘅精神領袖。每日寫完詩大概4點鐘，就係乾隆嘅遊樂時間。喺後湖同福海之間有個同樂園，呢一度就係皇帝同大臣后妃一齊同樂嘅地方。玩乜呢？就係玩做戲啦。喺呢一度有個市集，入面每個人都換上另一個身份。太監會扮成商人、工匠，士兵甚至會扮小偷，而皇帝就會化妝成為文人，混雜喺入面。為求逼真，街市仲擺滿晒北京唔同名店嘅貨品，每個皇室人員都參與其中，務求所有人都可以盡興而歸。嚟到黃昏，天生愛玩嘅乾隆，如果玩唔夠嘅話，仲有節目，就係玩迷宮。喺福海嘅西北面，有一個仿照歐洲迷宮起嘅花園，叫做萬花陣。邊個宮女最快走出迷宮，就可以得到皇帝嘅獎賞。到咗夜晚大概9點鐘左右，皇帝會喺晚膳嘅時候翻牌子嚟決定當晚共度良宵嘅妃子。太監會負責記錄皇帝每一日所做過嘅事，而每一項資料都會成為皇宮秘密檔案嘅重要部分。貪玩嘅乾隆中意西方玩物，所以喺圓明園增建咗好多西洋建築。不過佢對於西方嘅認識仍然一無所知。咩法國大革命、英國步向工業革命成為歐洲強國，佢一概少理。大清仍然按照中國1000幾年前嘅模式喺度運轉。喺圓明園入邊咧，成日有好多慶典噶。嗱，講到最大型嘅就一定係萬壽節，亦即係皇帝嘅生日。
好似喺乾隆80歲大壽咁，喺大清史上咧就係最鋪張嘅一次。由圓明園去到紫禁城30幾公里路，沿途擺滿晒戲棚，擺滿晒色彩奪目嘅牌坊，喺上面寫滿晒喜慶嘅賀詞。喺嗰一日，嚟自朝鮮同埋緬甸嘅使節都會送上珍貴賀禮。皇帝收到呢啲咁嘅珍寶，梗係要擺出嚟 show 下啦。咁擺喺邊呢？就係擺喺正大光明殿。所以話圓明園除咗係皇家園林政治中心之外，仲係一個藏寶地。喺下一個禮拜，我會帶大家去欣賞一下圓明園入邊嘅珍寶。